大家好，我係五上班嘅蔡子友。我係五上班嘅林子夏，歡迎各位嚟臨我哋寶血會伍桂明紀念學校嘅畢業禮。趁住呢個機會，就等我哋兩個寶貴人同埋簡主任帶大家認識一下我哋學校啦。Let's go！喺10月6日舉行咗中秋提燈會，學生分別進行猜謎遊戲同體驗中秋派對。學生親身體驗節日相關嘅習俗，並提升國民身份認同。喺1月6號至9號，學校舉辦咗動感校園週。本年度嘅主題係穿梭時空線生命之旅。同學透過科學探索、編程、競技活動等，發揮佢哋嘅創造力同協作能力，透過比較古今社會，體驗生命的珍貴。此外，同學有機會走出課室，進行相關參觀活動，豐富學習經歷。當中1年級嘅同學響愛心曲祈傳心意嘅活動中，親手製作3文治，送俾父母享用，以感謝家長多年嘅照顧。2月13日，學校舉辦咗中華文化日，當天師生一齊着上華服，穿越時空，回到古代。當日節目豐富，以舞獅打響頭炮，寓意消災除害、吉祥如意。之後更有傳統木偶皮影戲表演、中國傳統市集遊戲同家教會義賣攤位，令同學加深對中華文化嘅認識，同同學一齊分享當中嘅喜悅。同學嘅笑容同手上嘅叮叮糖一樣甜甜蜜蜜。此外，喺1月30日，學校舉辦咗以 Eat Well Day 為題嘅英語日，讓同學輕輕鬆鬆咁學習英文。由禮堂嘅英語表演開始，跟住體驗有關均衡飲食同珍惜食物嘅遊戲，讓學生培養感恩嘅心。你睇同學玩得幾開心。為咗規劃本校嘅數字教育同發展學生嘅共通能力，本年度學校參加咗 STEAM 校本支援計劃，並同姊妹學校合作發展跨校 STEAM 嘅課程。我為灣區建座橋，透過引入真實情景，學生從認識背景、選址、加入科技元素及宣傳產品，提升佢哋工程設計同解難嘅能力。喺科技元素方面，學生運用人工智能解決相關問題。課程讓學生深入認識人工智能模型背後嘅原理同利弊，培養學生人工智能素養。本年度輪中科以天主教5大核心價值嘅義德、愛德同家庭為主題，基督小先鋒同公教學生喺學期初拍攝 Action Song《跟主天際飛》。喺開學祈禱會上，助理教區總務長廖雅倫神父以馬竇福音中鹽與光嘅比喻為主題，勉勵學生要成為地上嘅鹽、世界嘅光，勇敢行善。喺10月嘅玫瑰月同5月嘅聖母月中，我哋舉辦咗午後玫瑰經頌念活動，鼓勵同學效法聖母，為世界和平同弱小者祈禱。我哋亦喺5月舉行咗聖母出遊同母親節感謝家人送花活動，引導學生向聖母及母親表達愛意同敬意。聖誕節期間，師生唔單止喺街頭進行快閃步佳音活動，更舉行咗2次探訪安老院活動。承蒙寶血女修會嘅贊助，學生帶住禮物同喜訊慰問長者，體現基督愛人嘅精神。喺聖誕祈禱會中，學生透過演出話劇《耶穌誕生的喜訊》，向全校傳遞愛同平安。喺教師專業靈修發展方面，藉着教區成立80週年嘅契機，本年度安排咗公教老師前往粉嶺聖若瑟堂參與禧年朝聖之路嘅活動，體驗寶血會創會神恩。而喺6月，全體教職員更一同前往青衣聖多默宗徒堂參加年終祈禱禮，透過信仰分享同聖堂導賞，讓非公教老師亦能參與其中，共同喺主愛內共融成長。學校致力推廣正向教育，全方位協助學生塑造積極心態同良好品格。透過無價寶自我挑戰計劃、沿途有你計劃以及領袖生同服務生培訓等多元活動，我哋喺校園內營造支持嘅氛圍，結合寶貴加油站、班支議會及各類精神健康活動，
強化學生嘅心理素質，並鍛鍊佢哋堅毅嘅抗逆力，陪伴佢哋充滿自信，迎接成長路上嘅每一項挑戰。喺家長教育方面，本學年嘅5星級家長教育活動以健康生活為主題，家長同學生們一齊學習，提升讓孩子健康快樂嘅技巧。我哋舉辦咗多場家長講座同親子工作坊，例如健康起跑線、健康孩提約章、學習自我關懷與孩子同行、料理大作戰及卡通造型茶果 DIY 親子工作坊等。當中包含咗小朋友嘅學習方法、家庭教育技巧、親子溝通等主題。我哋仲響家教會週年大會上頒發5星級家長學堂嘉許狀，以示支持同鼓勵家長多參與不同嘅家長教育活動。學校一向積極推動價值觀教育，嚟培育學生正面嘅價值觀同態度。學校舉辦價值觀教育遊戲卡系列活動，透過繽紛有趣嘅校園價值觀圖案佈置，帶領學生開展猜、情、尋之旅及價值對碰。學生透過遊戲卡，既能享受遊戲嘅同時，能更深入理解每個價值觀嘅意義。喺國民身份認同方面，同學有幸參與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成功獲邀前往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出席當日開幕典禮暨主題講座。此外，學校喺全港學界國家安全常識挑戰賽中表現出色，成功晉級至半準決賽。另外，本校亦參與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6週年嘅認識國家高質量發展活動，除獲頒銅獎、銀獎及金獎外，亦有4名學生獲得白金獎，成績非常鼓舞。此外，本校邀請香港10大傑青、3次包山后及香港攀冰運動員嘅公子山小姐到校為小4及小5同學分享生涯規劃，傳遞堅毅與不屈不撓嘅精神。同時，價值觀教育組亦與視藝科合作，教授5年級製作平安包，讓學生學習文化安全相關知識。另外，5年級嘅同學浩浩蕩蕩，喺6月15同16日參加咗同根同心探索東莞及中山嘅活動，親身感受歷史，令同學印象深刻。喺班級經營方面，我哋除咗定期為同學舉辦生日會外，仲會選出班級大明星，目的係鼓勵同學有進步同表現出色嘅同學發揮佢哋嘅潛能。喺教師專業發展方面，本年度我校參加咗由香港中文大學舉辦嘅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喺小1人文科進行咗共同備課同觀課，以合作學習嘅模式，設計咗多個適合小班環境嘅課堂小組活動，促進課堂嘅互動，提升整體教學效能。教師同其他學校組成學習圈，更受邀到香港中文大學分享經驗，將成功課堂實踐經驗分享俾其他學校嘅老師。為咗迎接 AI 新時代，本校於1月30日舉行咗 AI 互動教材教師工作坊，簡介讓教師親身體驗到如何應用 AI 嚟提升教學效能，同時能讓學生有更豐富多彩嘅學習體驗。本校關注學生嘅全人發展，因此積極推動各類活動。學校會安排學生到唔同嘅地點進行考察或體驗學習活動。學校亦為小6畢業班同學舉辦咗3日2夜嘅戶外教育日營，以及暢遊海洋公園作為畢業旅行，增加同學響學校以外嘅學習機會，促進佢哋嘅全人發展。除咗恆常嘅校隊訓練外，本校亦有唔同嘅收費或免費興趣班，例如樂器班、街舞班同冰上曲棍球班等等，期望同學接觸唔同活動，發展自己嘅潛能。本年度繼續下午時段實行值得玩時間，當中包括多元智能課、自主閱讀課、聯課活動、成長課及才藝舞台等，期望學生可以寓玩於學。
拓寬同學嘅學習基礎同視野，促進佢哋嘅全面發展。響芬蘭 STEAM 學習之旅，同學走入芬蘭小學課堂，並且透過英語及肢體語言，同當地嘅同學好快就成為朋友。此外，同學可以學習有關 STEAM 嘅知識，讓佢哋放眼世界，邁向未來。此外，學校同姊妹學校保持緊密聯繫，並建立兩地學生嘅學習群組。兩地學生都投入學習交流，建立跨地嘅友誼。另外，我哋學校嘅教師及親子團隊響6月尾到訪該校，進行咗深港姊妹學校交流活動，增進同學同家長對祖國中華文化同美德教育發展嘅認識，共同締造難忘嘅學習歷程。喺學生表現方面，同學喺第77屆香港校際朗誦節獲得個人3個冠軍、5個亞軍及2個季軍，並於粵語詩詞集誦獲得季軍。另外，同學喺星途杯全港小學朗誦比賽獲冠軍及亞軍。我哋嘅同學勇於挑戰自己，響初中托福考試，包括聽力、文法同閱讀，考取2個金獎、8個銀獎及6個銅獎，真係好犀利啊！同學響本年度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獲得1名1等獎及4名2等獎。另外，響2026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杯 HKMO Open 獲得2名銀獎及3名銅獎，並響2026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Open 獲得2名銅獎。而同學響第5屆全港魔力橋聯校小學邀請賽決賽獲得1名銅獎，最後同學響第12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獲得1名金獎及2名銅獎，啲同學真係好叻啊！此外，2位同學響 Now TV STEAM 獎勵計劃獲得銀獎。喺藝術方面，我哋學校嘅歌詠團喺第7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2026教堂音樂中文歌曲組中榮獲亞軍。我哋嘅同學獲得國際獅子會中國港澳第38屆和平海報設計比賽第3名及總監特選金獎，以及2026國家安全教育填色比賽小學組冠軍。學校嘅舞蹈組響第62屆舞蹈節小學低年級兒童舞比賽中獲得最高榮譽優等獎，真係好犀利啊！學校響荃灣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勇奪3個金牌、1個銀牌、4個銅牌及4個殿軍，當中包括女子乙組接力冠軍及團體冠軍。而我校嘅同學亦已打破大會紀錄，勇奪50米自由泳及50米蝶泳，成為女子乙組傑出運動員。我校嘅田徑隊響荃灣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獲得男子組甲組團體冠軍、男子丙組團體冠軍、女子丙組團體亞軍，並獲得個人賽6個冠軍、2個亞軍及3個季軍。此外，學校嘅排球隊響荃灣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女子組季軍及荃灣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男子組殿軍。我哋嘅同學響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男子丙組獲得跳遠季軍。此外，同學亦獲得屈臣氏集團香港傑出學生運動員獎。此外，亦有同學奪得全港小型網球校際週年錦標賽新界西區8歲或以下女子單打冠軍。我哋嘅同學響荃灣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勇奪男子單打冠軍，真係厲害啊！學校設立唔同嘅獎學金，目的係鼓勵學生追求卓越嘅品德及發展個人嘅體藝潛能。感謝獎學金贊助人一直以嚟嘅無私捐助。本年度感謝前校長黎良淑子女士嘅3位子女捐出60萬元，成立黎良淑子校長獎學金，獎勵學校嘅傑出學生。哇！原來我哋學校啲同學咁叻㗎！係啊，其實我哋仲有好多活動同獎項，大家可以瀏覽我哋嘅學校網頁。
今日係6年班同學畢業嘅大日子，希望各位師兄師姐前程似錦，鵬程萬里。拜拜。